甜筒500，甜筒500。便条几乎被冲毁。阿姨子溪桥卡住。便条冲毁，阿姨子溪桥被冲毁了。 哦，我小比去溜蛋下咧。你是鬼。不对，我叫你，不是。不是很乖啊。干嘛抱住他？不对。快点。弗莱姐就不靠过来。老师，弗莱姐再进去。洗手啦。啊，弗莱姐再进去。不会啦。对。 拜拜。关系。这个门要大一点的，你的门那么小，怎么关得住你呢？好帮手。我们一起去拜吗？拜访。拜拜。这是我蓝色的。你要蓝色的。这是我蓝色的。刚才那个小狗来来看，有录音了。那个小狗有录音了。这个。前的海贼翻黑色的大肚子，又中又跳出的去玩。大肚子在哪里？这里，这样子。冬天已经过去了。 这春天里的所有的周期都会长大，大肚子和小肚子看见一棵小小的橡树苗。大肚子说：“这棵树苗常常会变成大肚。”往前看。 象棋点一个。
背地方不能。哎，像是整体这个。哎，放学了。上面的对。你打开来，小朋友再见。妈妈，嗨。什么？Friday。Friday。哎，电视关了没？关了。我等下坐下，坐下。来。可是他们应该不会定的，真的啊？他们好像从以前到现在，夏天也都这样看。
常好。对啊，会出人哦。哎，可是这个长度不够啊。这个过来。想到你们是木板。哎，为什么朝这不一样？他们身高不一样。然后一盘先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太高。好，我举起来。这样赶快说，要不然赶快换几个？我怕怕。其实不用了。可以啦，好，起来把东西收一收吧。是我一不刚好第3个人呢。好，起来，过来帮忙收东西，快点。乔是姐姐画的，乔是姐姐画的。那子玉画什么？这个挖土机，还要挖石头。真的、哦？那教室是谁画的、啊？这个。佑静画的吗？对啊。我跟他的。那老师那边另外一边是谁画的？那边哦，叶雅老师、吴玉老师，还有黄爸，还有志熙，梦的姐姐，小恩姐姐和姐姐你，还有我。对，不要的。白的哦。这是巧克力，指甲的。对呀。他为什么死掉了？被毒死的。啊？被毒死的。真的、哦？哇，好可怜哦。是不是应该可以这样子？对不对？这是你们的方法嘛？4减1乘以5嘛，对不对？我每边是4个花片，但是因为有一个花片会跟人家重叠，所以我把它剪掉一个花片，然后2条边，是这样算的嘛？但是是不是你们应该是有另外一个方法？真的吗？今天怎么办？还在呢。你等下去帮我关一下音乐。开音乐。嘿，你开了吗？开了，还在跑。家的。那个忘不记哦，还是分开的场里，分开。小朋友请开动。期末考还没欣赏，读后加稀饭。这里有一个字你认得，门，对，是门。尖的哦，不是圆的哦，圆的就变花瓣了。尖的。你看，你有把它折那个角啊，是尖的。其实我还要用那个琴条娃娃在那里。对啊，没关系，这个比较，这个拆了我们就先画这个。尖的。好，走吧。你觉得立文老师是这个？很漂亮哎，真的很像新娘子。走吧。他本来就是性感，性感。给你猜。我的是蓝色的，给你猜。
我看完。积水的。你看。停电黑黑的，我会怕。我怕我怕直直流跟停电。我好爱玩水。我不怕停电，但直直流，但都不用。我看你会怕停电吗？不会，我要怕地震。地震我很喜欢你。干嘛地震？地震很好玩啊。有人是板子打我。地震不一定啊。因为有一次在后面，几个人滑倒2次，叫他不要来玩水，来玩水。有女娲补天呢，有女娲补天的。我有看啊。你有看过吗？有啊。好好看哈。对，有山神，有一个水神，有火神。对，有水神跟火神。不过水神赶不过火神。上课了，再见。接下来啊，你在别了，你要在这里哦。谢谢。这里写母亲节快乐。好啊，那这里写。你要跟阿婆说什么？阿嬷吧。好，都可以。要镜上。写得下吗？写得下。这是云吗？爱心。爱心。女娲比较大，女娲比较大，觉得比较大。女娲吧。女娲可能是女娲吧。女娲嘞？女娲，对啊，就女娲比较大。我知道为什么它会引起战争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抢一个位置。在抢一个位置，跟大包车一样。好，你想写什么？要写什么？谢谢你每天载我。他没有每天载我吧？可是大部分有时候你那个阿嬷也会来载你啊。好啊。谢谢阿嬷载我来上学。因妈妈就等下遮干做事啦。嘿。啊，无伊家己一个担心妈妈，啊，就爱搁饲一个。我偶尔会帮忙工作，要不然就是工作一下又跑回去。你回家都在干嘛呀？回家。问阿嬷也知道。回家看电视。你的东西乱七八糟哈，我就知道了。忘记叫了怎么办？你来叫他试一下聊聊。等一下，我讲。上面是桃子，你要吃吗？你看，桃子好多，按下去了。这里嘞？那边。这个啊，你这个要直接弄过来啊，下来勾起来。那你的这个嘞？再写一次。4、5、6、7、8。8，所以它是多少？800。对，800。什么地？可是
老师，这题怪怪的，哪一题怪怪的？打出陈梦真。真的走。这里呀，是这个啊。找出雅文。雅文不在。你怎么知道？找出。对。阿宝。阿婆是谁？这个啊。圆，这里啊。好，不要！把我旁边的武器拿来跑就是班长。如果我们是一组嘞，那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出来。而且你们都有2次生命机会。剪刀石头布。快点再一次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500加40等于多少？来，500加40等于多少？先算这个对不对？500加40是多少？5之5，这个0加0等于多少？0。对，算一个的多少？那0加4等于多少？1个的多少？是啊，对。这个是6边形的，是12。再加上其他的是多少？50，再加10。没有东西了，那我锁了。好。完。可以等我一下吗？我要去厕所。一口。我只是可以回家了吗？可以啊，当然了。梦真，你的脚趾甲再不剪，我明天要帮你剪的，太长了。你这样袜子都会用破，而且怕你有断掉。老师，你敢帮梦真剪吗？可以啊，他上次来我家，我帮他剪指甲谁？他拿指甲剪来我家，不要帮我说，老师你帮我剪指甲。来剪指甲。我装的，老师装的。好了。你们2个人拿手电筒吗？窗户有锁吗？好。拿手电筒吗？很暗呢。老师，我帮你，佳佳。水过来，然后是慢慢过来的。你要坐前面了。你要带出去吗？要啊。阿爸，如果听到雨要带。好啊，你放手，我帮你放后面。好。好，你进去。
我瘦小猪，因为我很瘦。还好没怎么掉。不要开太大。你有看到那一段吗？哪里？窗坏掉了。我有看到啊。有啊，本来的路啊。真的耶！真的啊，不吓的。那河水都从那边过去的。妈妈说那个水已经整个淹到那个路，原来是真的。对啊。可怕，关起来了。哦，好了。你明天要考试哦，一次考很多个。考2个。对啊。英姿山光漫，乌晃晃哦，你在。你们2个要回家呗？没有，我们要回。我在思考一下。我们用蛋的。好的，好。你们开始。我，你不。来。我帮你偷回去了。你就看嘛。是这么少？吃8颗好的。吃8颗吼，好，8颗哦。好，等一下可以，那我们等一下。也可以啊。你有问过他就可以啊。他跟我姐姐抢着说来我家住，然后我说那这样了解他家没了，你这样我就去他家住好了。对啊，就看他可以啦，他会照顾你啊，他会帮你洗澡什么的。然后你知道我们家那个不是那里还有一条路吗？对啊。可是你知道它变成什么路吗？变成怎样？变成水路，全部都是水。哦，下大雨啊。那你们家里的饭跟面还有菜都还够吗？够啊。因为平常如果你要塞东西下去，根本塞不下。哦，现在呢？慢慢吃掉了吧？有变比较少了吧？有变了。你们早上都吃什么？我早上，可是你们现在那么多人一起吃哎。但是我起来的时候，人家已经吃完了。他们已经吃完了。
不会。你要跟妈妈说你到南投喽。还是你晚上住这里，不用担心。那老黄爸打了2空不同。哎，是啊，是不是收不到？他每次手就不带着。真的哎。对啊，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打。我们先去找子玉哥哥好了。好。因为心如还要写功课什么的啊。小姐姐，小姐姐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带你去。妈妈。喂，妈妈。啊？好，知道。我刚刚又听到一种怪怪的声音。知道了。好。好。知道。我今天是住黄平老师家。还没去。我们有在上课，我们现在写功课。那你先写一下。好。妈妈，旭旭有乖乖吗？哦。啊。弟弟状况比较好了吗？哦，那就讲到这里啊，好。讲再回家吗？我那只还没拿到。这是打板子啦。发疯来。风来要怎么办呢？大家要扣紧一点，发风来一直吹。来多。你在语言？不知道，我要看。好，我给他看。你用找的？你用找的？你用找的吗？去年开始。
现在我们忙又不用办码嘞。哎呦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小心哦，烫哦。这是活动，这个要让它可以粘在一起的。这样够吗？不够的话，我们这里就可以用。这里应该够。没过来。小心很烫哦。只有很烫哦。不要帮他用水。直接下边嘞。你往这边拿水就行了，拿水抹匀嘞。这边啊。在一起。够不够？够不够？阿胖买的号码，号码。来辣椒，啊你的，你要用盘子。不要太辣。Thank you for loving me. Thank you for reading me. For saying to me, Mommy, I love you. She knows what I like. I like to ride my bike. When she tucks me in at night, she tells me I love you. Thank you for loving me. Thank you for reading to me. Thank you for saying to me, and Mommy, I love you. I do. Mommy, I love you. 那我们联合举办毕昭老师跟佑静的生日，在明天5月8号。好，那我们先唱生日快乐歌哦。好，1、2、3，开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来，那第一个就是祝福大家永远幸福、健康、快乐。好，谢谢。第二个我们收到了。第二个就是希望各位小朋友以后去到另外一个学校、下一个学习环境的时候，都可以适应得很好。然后如果有不开心的事情，都可以找同学、找老师，好，跟老师说这样子。好，祝福大家。好，那我换我们最可爱的佑静。为了这一天的到来，还去换了个新发型哦。好，来，佑静，请你。希望大家平安健康，快快乐乐。很好。希望学校不要分校。来，第3个愿望你自己许，然后是你给你自己的，然后藏在心里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那我们谢谢佑静跟毕昭老师。怎么那么好笑？不要了，这人怎么那么好笑？哥哥飞他。你觉得这个像什么？像格子。像格子，对呀。好，再来。要会斟酌哎。小五也会斟酌，对。真多数。我这快车的，快车的，好，这里。这里有垃圾哦。有啊。一个跟我们快完车喽，还有几个？珍珠融合自
边给我，那边，干嘛？直接去找雅文。在这里呢。别了。我去现场。我看怎么挂反的？典礼即将开始。南投县信义乡神木国民小学101学年度第49届毕业典礼暨并校典礼，典礼开始。还记得某个炎热的午后，叶主任在饭后开放了神木游泳池，让我们清凉了一下。大家也不顾会不会弄湿衣服，一窝蜂就往水里面跳，并玩起了喷水大战。顿时原本宁静的午后充满了笑声。还记得某天上自然课前，我预先躲在教室旁的柱子后面，等待黄平老师来上课。他一出现，我便吓他一下。没想到老师居然吓得花容失色，五官瞬间扭曲变形。虽然事后被教训了一顿，但回想起来还真是爆笑。这些回忆真叫人永生难忘。还记得曾在国幼班嬉闹的笑声，明星花露水刺鼻的香味，如家人般共进午餐和晚餐的时光，一起听胆战心惊的鬼故事，相互分享好笑的事。我和你们就像3个好姐妹，做什么事都不分开。我记得姐姐帮我过生日，带我脸上涂的奶油，也记得姐姐常常教我写功课，希望姐姐以后能帮助大家。也记得和雅文、曼珍姐姐一起玩大风吹的游戏，大家都好开心。一起爬山的时候，姐姐帮我背东西，希望姐姐之后能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感谢前来帮忙的社区民众，感谢所有辛苦的师长。神木国小即将走入历史，感谢有你们的陪伴及祝福。敬礼。让我们向神木国小敬礼，感谢他为神木奉献了一甲子的时间，在今年完成了他阶段性的任务，让神木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。请行举手礼，敬礼，将校旗。生命有多少过错？我在旷野漂流的尽头，就是你爱的宽容，你眼底的温柔，也为我保留心的尽头。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头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
怎么了？就是希望你挖会把它挖好一点点。好。哔哔。不管了。走。一定。兄弟。哎，那没听话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我孙子说怎么办啊？你们一直搬啊？转过来。好，我放着啊。我觉得他们搬家公司先来看过，说你哪些东西要搬，他说你哪些东西要搬，然后先整理出来，然后我们来看。玻璃的不是。家具，家具。这个。你绑还行吗？我先夹一手啊我。我来带，大家都要记得。还要关呢。